自2005年開始，智行夏令營項目已經21年。喺呢21年，智行一共辦過夏令營超過300場，遍佈香港、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、中山、杭州、南京、成都、重慶、鄭州、洛陽、開封、太原、西安、濟南、青島、合肥、武漢、昆明、桂林、南寧等地。21年嚟從未間斷，由2005年第一個合肥夏令營開始，發展至今平均每年超過15個夏令營，帶領困境學生由鄉村走入城市，參觀著名大學、企業、博物館等，體驗藝術項目，開闊困境學生嘅視野，使孩子親身體驗世界嘅大及美好，培養繼續學習同生活嘅心態。回顧21年嘅歷程，智行夏令營嘅發展唔少得愛心企業、公益組織、大學同義工們攜手同行同支持。正因為有你哋愛心嘅支持，先至為超過7000名困境學生帶嚟睇呢個世界嘅機會，使佢哋可以大膽去夢想未來，而努力讀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來自雲南昆明的江映晨，現在在雲南理工職業學院讀嬰兒托育服務管理專業。在2021年的時候，我參加過昆明的夏令營活動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晚宴表演活動環節。謝謝智行給我這次上台展示唱歌跳舞的機會，能讓我展示自己，也能讓我變得更加自信。最後在這裡祝弟弟妹妹們前程似錦，未來可期，歸來仍是少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蓉，我參加的是2013年昆明冬令營。讓我收穫最大的是，作為山區裡的孩子，第一次去城市裡面開拓了視野，並且結識到了好朋友。這也激勵着我讀了大學，目前在浙江維也納酒店工作。非常感謝智行和社會愛心人士，讓我們越來越好，比心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杜老師好，很開心在這裡和大家見面。我是港威，在1997年，我出生於河南省上河縣的一個小村莊。在當時呢，那裡呢封建又很閉塞。我從小呢，也受到了一些身邊人的排斥還有孤立。受父親的影響，我很小的時候就喜歡美術，後來就考入了國內還算不錯的一所大學來學習油畫。目前是深圳的一家遊戲公司的遊戲美術設計師。在2017年，我開始接觸智行的藝術輔導項目，看到了小朋友們認真的繪畫，有些小朋友內心從自閉然後到歡快的一個轉變，深刻的感受到了藝術能夠給孩子們帶來快樂還有自信，讓我更加意識到了藝術的偉大，能夠更加沉浸地從事藝術相關工作。我有幸遇到了智行，讓我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。感恩社會，感恩智行，1幫3，3幫9，智行加油！智行秉承將智慧付諸行動嘅理念，通過擴展公益活動等方式，幫助需要幫助嘅人，強化內心健全嘅人格。由家鄉嘅微光到世界嘅星河，少年嘅旅程因知識嘅滋養、視野嘅拓展與關愛嘅相應而變得不同。少年嘅眼中映照住更廣闊及天地中心燃燒住更偉大嘅夢想。每一份關注都係照亮前路嘅薪火，每一份支持都係助力，亦都係智行與所有支持者嘅堅持。未來智行亦都會繼續喺公益路上堅定前進。